文化部当咧推广台语主流化，有真侪戏出、真侪活动拢是用台语的。不过最近有家长伫咧面册顶头讲，因带囡仔去图书馆参加台语活动，所发现讲有7成拢是讲华语的，互因感觉真失望。有台语团体认为讲，应该爱加强图书馆的志工，因讲故事的基卡。若关注台语议题，民进党立委陈培如表示，未来会提案建议，伫咧各地头设示范的图书馆，带头改善台语活动的品质。因应文化部鼓励台语主流化推出真济补助，各地开始有愈来愈侪台语的活动，无论是剧场还是讲故事等等活动真多元。不过有家长分享讲，最近带囡仔去图书馆参加台语活动，说干那伫演出的是讲台语，其他活动对话有7成拢讲华语，伊感觉真失望。交优惠的规定也是大多数用华语来进行，所以一方面我是感觉讲真无彩，我是感觉讲因咧教遐个阿公阿嬷阿姐阿兄遮个语词也是讲菜车买着菜，要台语要安怎讲？对阮家庭来讲是有小可较简单啦。这个代志也伫台语家庭之间引起讨论。一寡家长是表示讲，因伫咧各地图书馆听台语广告，嘛感觉品质真无稳定。台语团体认为讲，这应该爱培训图书馆的志工来加强讲故事的美感和台语意识。今日关注台语议题的民进党立委陈培如是表示，未来会提案建议，伫咧各地设示范馆，互相鼓励求进步。阮有足侪家长，其实有足侪家长会带囡仔去参加英语的活动嘛。介济英语的讲师嘛，用全英语咧带活动。下骹囡仔可能嘛听无啊，但是英语，譬如讲，咱会使用趣味的活动，用互动的方式，互囡仔听有知影讲，迄个老师咧讲啥物，台语嘛共款。你若有找专门的老师，还是伊有经过一寡训练甲教育，伊咧讲故事的时阵，伊会使顾着故事的精神，佫会使顾着讲咱要安怎甲现场的囡仔讲母语的部分。我感觉咱若找一寡示范馆，就是这医生的补助的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你用文化部做才是对的。立委陈培如嘛强调，政府在做台语推广，毋是干那野钱就好。伊表示，这部分伊嘛继续加强监督和检讨。另外，最近一寡台语团体嘛有针对台语的发展和困境来拜会陈培如讨论长期的规划。伊表示，未来有打算要提案修国家语言法的主法，定出详细的原则，来解决真济实务上台语推广的问题。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